劍擊運動員除咗揸住把劍練之外，仲要做好多唔同 functional strength training， 例如 squats 啦，不同款式嘅 deadlifts。我嘅弱項亦都係我最需要加強訓練嘅 pull up， 要掟下 med ball 去加強核心肌群嘅爆發力啦，仲要做好多 plyometrics 去訓練腳腕嘅穩定性同埋彈跳能力。之後就真係劍擊專項能力訓練，會同教練上個別課，做下步法同埋打實戰等等呢一啲嘅 training 啊。練咁多都係為咗喺比賽場上可以有更好嘅表現，而做好休息同恢復先可以行得更遠。我近期嘅 recovery routine 呢，就加入咗 MedGlow LED BioLight 紅光機。呢部薄薄地嘅機呢，十分方便使用，隨便擺喺屋企都得。佢亦都有11種唔同嘅智能模式，適合你各種需要。除咗遙控，亦都有內置 TouchMon 控制。我訓練完返屋企呢，都會揀呢個 Joint Care 模式，再戴上佢附送嘅眼罩保護眼睛，跟住就可以開始療程啦。研究指出，紅光機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啦，加強膠原蛋白生成，修復肌肉同埋減少炎症啊！所以佢已經成為我恢復流程必備，用佢嚟照唔同嘅關節部位，幫助修復運動員嘅勞損。啲紅光暖暖地咁幫我由內到外深層放鬆我嘅肌肉。唔好以為紅光療法淨係人類先用得喎，MedGlow 仲好貼心，為屋企嘅毛孩準備咗寵物模式。毛孩日日喺屋企跑跑跳跳，關節同人類一樣都需要呵護。寵物模式嘅光特別溫和，可以安全咁幫佢哋放鬆關節同肌肉，尤其係年紀大嘅貓貓狗狗用佢效果會更加顯著。每日陪寵物照紅光就係對佢哋最好嘅照顧。